另外一管署昨昏嘛公布，咱国内62年了后，即马佫出现食脑变形虫、服室内隔离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死亡案例。个案是一个北部30通岁的女性，最近伊并无出国，也毋过捌去室内的游泳池耍水，发病了后1礼拜就死亡。国内出现服室内隔离阿米巴脑膜脑炎个案，个案为北部30多岁女性。该个案发病前曾前往室内清水设施。7月26号出现头痛及肩颈僵硬症状，后续出现发烧、畏寒、头痛、颈部疼痛、抽搐等，就医。在8月1号死亡。疾管署是表示，地方的卫生单位已经针对这间室内的耍水的场所进行环境也有水质的采检，要来厘清感染源。嘛要求业者要有风险停业，对环境做大消毒。嘛提醒民众去为着这款病死亡率是有9成，所以呼吁最近若是要去耍水，也是浸温泉，拢爱细致。